来看农业部即马为着要来鼓励回乡种植的少年人，互因有机会会当去到国外，所以因是甲外交部合作，互因甲国外交流，用农业来拼外交。而茶叶对于我来说，则是一份传承和责任。影片当中的茶农是第一届的农业青年大赛，唔但传承出来的茶园，也去菲律宾交流，参考别人的技术，拍开家己的眼界。像我们自己回家以后，就是把一些茶叶，从父执辈啦，从阿公那边做一些改变。那不管是行销，或是这个打团体战，或是做这个青农组织的部分啊，那也希望让更多的年轻人吸引一起回来，然后一起打拼这样子。有少年农民讲，拄好爸爸想要转型欠骹手，伊和小弟就登去斗三工，对源头生产到后边的社群经营全拢参与，也去国外交流，希望透过交流帮助厝内种的土豆转型。我们想要慢慢的走到就是6级产业的这个部分。那本来爸爸都在1级产业这样。农业部和外交部合作，已经举办6届的农业青年大赛，让台湾的少年农民出国去交流，把台湾的农业技术、知识、态度和热情，和别个国家分享，也用农业替台湾拼外交，也去学习别人的进步。农业部伫拜二头届举办等后头厝活动。所有参加青年大使活动的这个所有的学员呢，我们想要把它聚集在一起，了解我们这些学员参加过这场活动之后呢，他们的改变，还有他们获得的一些经验。农业部表示，今年是头一届举办，未来逐年拢会继续办，也会建立群组，或者个农业青年大赛有一个交流的平台。记者陈心彤、王兴忠台北报道。